我就是无路用，想要做公务员，考到5档啊嘛拢落地。阿无，咱做破跳落啦！咦，做咩呢？滚啊！哎，等下，这间我要做。处处敢会想要做互我这种单亲妈妈？厝干那一间啦，按那伊说，恁就无通好说咯。厝厝上讨厌，甲厝说互老伙仔啦。也是有厝厝吼，会说互老人的啊，亲像这款。啊，恁敢有申请租金补贴？啊，甲厝主讲嘞，他一定唔答应的。讲嘛，你是去互赶出来的啦。林小姐，我哪无看到你的囡仔哈？五六咧骗补助，就应该互伊申请。你敢知影家己的身份是啥物？3去2就对啊。公司讲要做正义、做公益，啊，毋过现拄现吼，就是饲白仔咧做主啦。你再继续做，好无？